說個故事給龍聽。利歐是一位溫柔的騎士，他的想法溫柔，說話溫柔，動作也溫柔。其他的騎士喜歡戰鬥，利歐卻喜歡坐下來，在閱讀的世界裏悠遊。他對所有生物都很好，就連一隻蒼蠅都不忍心傷害。爸爸媽媽說，騎士就應該戰鬥，可是利歐真的找不到這樣做的理由。一天早上，利歐的爸媽說，他們想跟利歐談一談。喜歡看書並沒有錯，可是他總不能只看書。他們在最愛的雜誌上看見一張可愛的廣告單，有條龍需要被馴服。利歐實在一點也不想去。胡說，一定會很有趣，一點兒也不無聊。這條龍說不定很可怕，你帶着全身的劍與盾牌出發吧。利歐打包了一些三文治，當然還有很多書。他嘆了一口氣，幫他忠實的馬兒勞萊德裝上馬鞍。太陽升到高高的天空，不過他並沒有走太遠。突然，一隻可怕的生物從空中向下俯衝。這隻生物身體像獅子，卻長着老鷹的翅膀。是格里芬，利歐讚嘆着，他在書上讀過這種生物。來吧，格里芬咆哮着，我要與你決鬥。我才不要，利歐說，打架不是好事。我帶着全身的劍喎，打贏的一定是我。不過用一個裡面有你的圖片的故事來換，怎麼樣呢？好啊，拜託你啦。格里芬點點頭，他非常自負，所以利歐念了一本書給他聽，一次、兩次，接着又從頭再念了一次。這本書送給你，利歐說，說着他又爬回萊德的背上。哦，謝謝你，格里芬喊道，他用他高尚的頭鞠了一個躬。利歐又騎了好幾個小時的馬，天氣酷熱。他在一條宜人的山間小溪旁停下來野餐。誰這麼大膽敢穿過我的橋？
一個飢餓的山妖問道：是我啦。尼歐說：你要不要吃我的肉卷呢？山妖大笑：不必，謝囉。然後大聲敲：我吃你就夠了。可是尼歐說：我的盔甲很難咬喎。不過如果你可以多等1分鐘，我有一本很好的書喎。你看，書裡有好多美味多汁的山羊，連你都出現在故事裡喎。哦，聽起來很好喎。山妖回答：飢餓的感覺被暫時擱在一旁。尼歐念了故事，說真的，故事還做了一點改編呢。這本書送給你，尼歐說着，他又爬回萊德的背上。哦，謝謝你。山妖感激的喊道，他用他重重的頭鞠了一個躬。尼歐又繼續往前騎，這個下午既漫長又炎熱。最後，他來到一座像月亮一樣空曠的小鎮，每棵樹上的葉子都燒焦了，草地和花朵都一樣。放眼望去，街道全是龍便便，窗戶後面有許多臉孔，他們是因為太過害怕，不敢走出門戶的人們。尼歐勇敢的繼續往前。嘿，小心喎！人們對他喊。這時，尼歐轉過一個街角，面對面的碰上一條剛從睡夢中醒來、巨大無比的龍。龍揚起眉毛說：不會又是另一個討厭的騎士吧？別擔心，尼歐對龍說：我不是來跟你戰鬥的，我這裡有一本最好的書喎，裡面有好多好多龍。可是我要把書丟進垃圾桶了，除非你馬上開始清理環境。哦，別丟掉！龍大喊，我現在就立刻清理。可是我真的很不會清理，你可以教我嗎？所以尼歐教龍要怎麼鏟走髒東西，接着倒掉垃圾，把環境清理乾淨。鎮上的人們一個接一個的開始不再害怕這條龍。現在我可以聽故事了嗎？龍跪下來懇求。
所以尼歐念了這本書6次。龍的要求可真多哦。這本書送給你，尼歐說，說着他又爬回來德的背上。哦，謝謝你！龍大喊，他用他長滿鱗片的頭鞠了一個躬。尼歐終於回到家時，周圍響起又長又宏亮的歡呼聲。爸爸媽媽用力擁抱他，太好了，我們為你感到驕傲。現在尼歐變成英雄了。他的爸爸媽媽已經同意，他永遠也不必再出門戰鬥。從此以後，他可以安安靜靜的好好看書。說個故事給龍聽，作者海倫杜薛蒂，繪者湯馬斯杜薛蒂，翻譯黃兆欣，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。